嗯，香啊香哦，热热的，你看，到现场了哈，哦，闻到香味，闻到香味，所以看到影片的没有闻到香味，也没有摸到那个热热的。你看，看影片只有看到那个色彩很美，色香味俱佳，没有感受到热热的，没有感受到那个香味啊，所以要来佛堂得三宝啊，在网络上只有看影片的，没有得到三宝，要到佛堂来得名师指点得三宝，就看那个影片看便当，只有看到那个影像。实际上拿到便当，会感受到它的温暖，它的热，温热，还闻到香味，吃起来会饱。